其他消息，咱来关心食药署有公布上新稽查猪肉产地标示的结果，结果是掠到土黄，有2间业者进口美国猪肉，不过煞甲假主讲是加拿大也是英国进口的，全拢是卖互火锅店较济。桃园市的卫生局即马有查到卖15万公斤，针对标示无老实的部分，上当会当甲罚400万，嘛会移送法办。天气豆豆凉，不少人爱食火锅。暗过小数甲地方卫生局稽查发现，新兴冷冻食品甲瑞田国际公司这2间业者火锅肉片有用美国猪肉，暗过产地标示所无出现美国，涉嫌标示无实在。这2家公司出货包装的食品均涉及原产地标示不实，那卫生局已责令业者改正违规食品原产地标示，才可以贩售。桃园市卫生局表示，瑞田公司进口美国冷冻猪梅花肉47000公斤做猪肉片定做肉，加猪肉梅花卷，外包装原产地分别是加拿大甲英国。新兴冷冻食品买美国冷冻猪净腿肉94000公斤做猪火锅肉片定做肉，或者是加拿大猪净腿肉参做伙做猪火锅肉片定做肉，产地拢只标示加拿大，违反是案犯，会罚4万到400万。我们都有下架回收啊，然后因为我们也都有跟卫生局报备的啊。卫生局呼吁食品业者，产品外包装应该实在标示猪肉原料原产地，若查到假冒产地标示，会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同时针对库存的肉片检验，是不是有3物种莱克多巴胺，这2天都会有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